林烤鹅游客中心推出的盐缸便当，最近阁有新的口味，甲烤鹅在地乌鱼子甲麻加入去便当，菜色真澎湃。 烤鹅游客中心伫疫情期间推出的盐缸便当受到民众喜意，因为乌鱼子的季节伫要到啊，游客中心嘛推出结合麻鱼和乌鱼子的乌金麻香便当。 结合了我们很多的在地的一些比较珍贵的食材，比如说蒲烧鳗，比如说那个乌鱼子，还有我们在地生产的这个鲜白虾。不管是乌鱼子、红烧麻，或者是白虾，拢会当食到上自然、上在地的烤鹅好滋味。在这个便当里面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我们是大量的使用在地的食材，比如说鳗鱼口湖乡就是。 台湾鳗鱼算是最大养殖区。我们的乌鱼子是使用已经有100年加工历史的，已经是3代传承的。有兴趣的民众嘛，当提早3天来电来食上特别的盐缸便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